对不起啊，只顾着自己挑，都没问你想要什么。哎，都挺好看的，不关你的事儿，快挑吧。这样吧，你挑一个，我送给你。这个就挺适合你的，就这个了，我买给你。这么大方，必须的。那我可不客气了。什么？我明明放这儿了，你怎么能让别人买走呢？对不起，小姐，我们也没太多留意，而且您之前也没有交代说要买，所以我不管，我今天就是要买那条白裙子。哎呀，算了吧。那个人应该还没走远，是什么人买走了我那条裙子的？是个男人，男的，是不是高高瘦瘦大长腿？是又高又瘦，而且看着还有点眼熟，好像之前电视里见过。是的，是的，肯定是他。哇，哎，小姐，您挑的都是本季限量款，请问您还要不要？是你吗？真的是你吗？米欢，真的是你吗？看一下，看一下。这女的怎么到这儿了呢？不会吧？这怎么回事呢？没事，是啊，没事，别多管闲事好了吧？散了散了，哎，是不是应该叫救护车什么的？怎么都走了？别管，别管。地是滑了点，可摔成这样也真够蠢的。救我！哎，这是谁的人？赶紧过来认领啊！我不认识他。帮忙，我走把他挪走吧。哎，先生，帮大帮手吧。你看这。算了，日行一善。小公狗，你醒了？你没事吧？医生竟然说你一点事都没有，摔这么大跤，连个片子都没有拍，说你醒了就可以出院。我去投诉他。我真的没事儿。真的？是你送我来的医院吗？护士说是一个好心人送你来的，没留联系方式就走了。静静通知我过来的，她去办手续了。
难道是我花眼了？如果是李欢的话，他不可能不管我的。谁不管你啊？来，喝点水。我自己来。哎，对了，你刚刚做梦的时候一直喊小公狗，小公狗，是你宠物吗？对，宠物。原来你跟我一样喜欢养狗啊！哎，它在哪儿啊？它……但愿它不是在跳插床舞吧？插床舞？嗯，就是，咦，我干嘛多管闲事，惹得一身晦气？流得我一手口水。你的手怎么开始老化了？好严重啊！你还不去看病啊？你不用怕，我不是坏人。其实我也是一名医生，基于医生的本能，我不能看着你这样不管。走，我带你去看看。谢谢你的关心，这是我老毛病，我自己可以处理，不用麻烦你了。不行！你知不知道皮肤急速老化很有可能是基因突变导致体内细胞急速死亡，甚至发生异常状况？严重的话，很有可能会暴毙的。我知道了。不用怕，我知道，一个人来医院难免会害怕，没关系，我会陪着你的。走。哎呦！好疼啊！哪疼？哪？好疼啊！轻点。那怎么办？他经常这样，一会儿就好了。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去那儿挂个号啊？还可以。啊。那你把你的手机号码给我吧，我去帮你登记。哦。那你就先过去，我在那边等你。为什么？这儿就有椅子呀，为什么要去那边？把你正确号码存进去。哦。好吧，行，那你就在这等着我吧，我很快就回来啊。喂，阿宇，你在哪儿？你好，挂一下号。快来救我！填一下单子吧。忘记问他拿社保卡和身份证了。人呢？你吓死我了你！怎么了？怎么又戴上皮手套了？皮肤又开始老化了？哎呀，别说了，赶快走啊！不是老大，要不要我打个电话给那个私人护士，让他赶紧过来？啊？不用打了，电话来了。喂，你跑到哪儿去了？我到处找你，你知不知道严重老化会暴毙的，你知道吗？好了，我知道了，我自己可以解决。谢谢你了，再见。什么怪人呢？不是怎么回事？不就去了一次商场吗？到底发生什么了？我也不知道今天犯哪门子神经，居然救了一个蠢女人啊！哎，你别流口水啊！你把嘴闭上！哎呦，求你了！
就麻烦你们了。他怎么会这样？他刚才在商场摔倒，后脑勺着地，给他做个 CT 吧。好。啊，这个，他的包。先生，你的手。怎么什么都没有啊？什么怪人？希望他没事就好。什么味道？好香啊！啊，我可以喝吗？不可以。当然啦，刚才还说等你一起喝呢。那我就不客气啦。我知道这些都是你给冯峰准备的，但是这么多他一个人也喝不完，你以为他是水牛啊？我就是不知道冯峰喜欢喝哪种，所以让我爸爸拿手的都做了，让他尝尝看嘛。亲爱的，你可千万不能嫁给他。你要是嫁给他，天天都得喝汤进补，那不得水肿、脸肿、脚肿，全身都肿，一定会胖成一只猪的。别喝了。哎，切！你，我宁愿把自己喝肿，我也不能浪费水资源啊，对吧？好啦，这些都是黄辉和他爸爸的心意，麻烦你爸爸了，真不好意思，替我谢谢他，也谢谢你，真心的。你的真心我收到了。